好，来继续来看高雄市长补选的参选人。民进党这边是派出着陈其迈，陈其迈嘛来公布着伊的竞选团队。这个高雄市议员黄捷并无伫个名单内底哦。另外，国民党这边要索食出来选的，讲拜三伫个高雄举办的行动中常会，就会来宣布。 有串啊，有串，阿美看。头6点，陈其迈带市议员入去做去爬茶山，讲要加山致敬。然后对着爬山的人，大家真热情，甲伊握手翕相。班长，知啦。规身躯当官，伊到内围去食在地美食控肉饭。这个肥肉我就不太敢吃。对着市长的支持者来甲加油，要人摕罢韩的通知单，爱伊签名。 说为什么特别留这个？我说留着做纪念啊。伊正式公布竞选团队的成员，主委柯立明、总干事赵天麟、发言人有5个，吴怡农是做国际青年事务顾问。也对网络跟年轻族群也都非常的不管在过去的一些政治议题或社会议题，他们都有很积极的参与。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伫昨下晡4点外到高雄市议长柯坤元的灵堂念香，被问到人选的问题，伊无应。那赢市议员是讲，24日高雄行动中常会中队宣布要派什么人出马迎战民进党提名的陈其迈。